来看身体的关系，有一对翁仔某，因厝内面有2个查某囝，拢是身心障碍者。为了要互因接触到社会，特别开一间咖啡厅，除了互查某囝直接伫内面上班，甲人互动以外，搁再另外伫咧咖啡厅饲3只狗仔来陪伴因，互因的生活有无共款的变化。甲拄煮好的咖啡捧互人客，另外一个当咧灶骹专心切水果。因是咖啡厅头家参头家娘的一对宝贝查某囝。当初时会开咖啡厅，主要就是希望互囡仔会当接触外口的人，也学习社会生活。我们家有2个慢飞天使，他们在社会上面，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上跟人相处，其实都是有一点点的小困难，不懂得怎么去跟人家互动。为了让他们能够跟人相处上面慢慢的磨合，所以才决定开这间店。一般你是看不出来说他们是这样，基本上给他们一点时间，其实他们是做得来的。头一讲深头把拄到囡仔惊生分的问题，后来开始伫店内饲狗，透过观察狗仔参人之间的交流，囡仔大大的惯势就袂搁再惊，而且嘛会晓安怎面对人客。他们慢慢的学会怎么去付出，怎么去跟人互动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插曲。即马因查某囝除了会晓安怎融入社会、甲人接触，原地生活也有改变。包括咖啡厅毋但卖咖啡，阁有温暖的故事。因翁仔某讲，其实只要愿意互遮的囡仔学习机会，因的表现绝对也是一定的。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。